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 J 式會社。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 呢度逢星期四晚10點會有新片。依家主要分享哲學史同埋唔同哲學家嘅思想，未來仲會探討歷史同埋其他有趣嘅知識。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支持我製作更多嘅影片。多謝大家。上一集我哋探討咗欽培多克勒嘅4元素學說，佢認為萬物都係由土、風、火、水4種元素組成，並受到愛同埋衝突呢兩種力量影響而變化。然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阿那克薩哥拉就提出咗一個截然不同嘅宇宙觀。佢認為萬物嘅變化並唔係嚟自基本元素嘅組合，而係由一種理性嘅力量心靈所推動，並維繫住宇宙萬物嘅秩序。阿那克薩哥拉認為萬物都係由無數微細嘅部分組成，而呢一啲微細嘅嘢可以被無限分割，分割出嚟嘅每個部分都包含其他事物嘅一部分。正如佢所講，萬物都包含其他事物的一部分。呢一個主張被稱為種子論。唔單止係咁，阿那克薩哥拉仲係一個具有科學精神嘅哲學家。佢嘅思想唔單止影響咗柏拉圖同埋亞里士多德，佢仲因為大膽質疑當時嘅傳統信仰，喺雅典被人視為異端，最終受到放逐。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探討呢一位挑戰傳統、改變哲學史嘅思想家。阿那克薩哥拉大約喺公元前500年出生於克拉佐米納伊。呢一座城市位於現今土耳其嘅南部，當時正處於波斯帝國嘅統治之下。克拉佐米納伊同我哋喺之前幾集探討過嘅米利都、薩摩斯島同埋以弗所一樣，都係屬於愛奧尼亞聯盟。由於文化相近，哲學思想由米利都興起，逐漸傳播到其他嘅愛奧尼亞城邦。而阿那克薩哥拉嘅出現，令到哲學終於進入古希臘最具影響力嘅城邦雅典。阿那克薩哥拉喺成年之後前往雅典，喺雅典度住咗差唔多30年，並成為雅典黃金時代嘅重要人物之一。佢同當時雅典嘅著名政治領袖伯尼克里有好密切嘅交往。阿那克薩哥拉被譽為第一個將哲學帶入雅典嘅人。佢直接影響雅典成為當時世界嘅哲學同埋科學研究嘅中心。佢嘅思想影響好深遠，唔單止啟發咗蘇格拉底、柏拉圖同埋亞里士多德，更加塑造咗雅典之後嘅哲學發展。阿那克薩哥拉曾經寫過最少一本嘅哲學著作，但係現存嘅僅僅係嗰本書嘅部分殘篇。呢一啲殘篇成為咗我哋後世了解佢思想嘅重要根據。除咗哲學之外，阿那克薩哥拉喺科學方面都有重要嘅貢獻。佢提出太陽並唔係神明，而係一塊熾熱嘅巨大石頭。月亮本身唔會發光，只係反射太陽嘅光。月食並唔係神明造成嘅，而係因為地球擋住咗太陽嘅光。佢係最早提出月亮嘅光係嚟自太陽反射嘅思想家之一。佢話正是太陽為月亮增添了光明。然而，阿那克薩哥拉嘅理性思考同埋科學探索精神挑戰咗當時嘅傳統信仰。雅典人普遍將天體視為眾神嘅象徵，而阿那克薩哥拉就主張太陽並唔係神明，而只係一粒熾熱嘅巨大岩石。佢嘅學說威脅咗當時嘅宗教權威，最終導致佢被控不敬神，並被人判處死刑。好彩嘅係喺朋友嘅幫助之下，佢可以逃亡。最終佢流亡去到蘭普薩庫斯，並喺嗰度度過餘生。呢一件事令人聯想到後來嘅蘇格拉底，佢同樣因為質疑傳統嘅信仰而遭到審判。然而同選擇殉道嘅蘇格拉底唔同，阿那克薩哥拉選擇離開雅典，繼續佢嘅哲學探索。阿那克薩哥拉提出咗心靈嘅概念。喺希臘文入邊，呢個字嘅意思唔單止係心靈，更加包含理性同埋智慧嘅意思。佢認為宇宙嘅秩序並唔係偶然形成嘅，而係由心靈呢一股理性嘅力量所推動，令到萬物運行並發生變化。阿那克薩哥拉嘅宇宙觀認為，萬物最初處於混沌嘅狀態，喺混沌入邊包含無數微細嘅種子。
然而呢一啲種子並唔會自行組成為事物，而係由心靈推動變化，令到唔同嘅種子逐漸分離、組合，最終形成天地嘅萬物。換言之，心靈係一種賦予宇宙秩序嘅力量，推動萬物嘅運行同埋變化。正如佢所講，心靈掌控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無論大小。心靈安排了萬物，包括將要存在的、曾經存在但現在已不存在的，以及當下尚未存在的事物。此外，阿拿克薩哥拉認為，心靈唔單止啟動咗宇宙嘅運行，仲決定咗種子組合嘅比例，令到各種嘅物質可以形成。呢一個概念同赫拉克利特提出嘅 logos 概念有相似之處，因為佢哋兩個都認為宇宙係受到理性法則嘅主導。然而，赫拉克利特認為 logos 係萬物內在嘅法則，就好似自然運行嘅邏輯，一切嘅變化都係依循住呢一個內在嘅秩序。而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就唔單止係內部嘅法則，更加係一股主動推動宇宙變化嘅理性力量。因此，赫拉克利特嘅 logos 係萬物運行嘅法則，而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就好似一個真正推動世界變化嘅動力源。阿拿克薩哥拉認為心靈係宇宙運行同埋秩序嘅根源，呢一個觀點接近後來嘅唯心論，即係強調意識或者理性作為宇宙嘅本質。然而，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更加接近於一種具有智慧同埋力量嘅宇宙動力，而唔係純粹嘅意識。佢認為心靈有目的咁樣安排宇宙嘅秩序，令到萬物呈現出規律。呢一個諗法明確咁樣展現咗佢思想入邊嘅目的論色彩。目的論認為事物並唔係偶然發生，而係朝住某一個特定嘅目的或者目標去發展。因此，阿拿克薩哥拉嘅思想可以被視為唯心論嘅先驅，並且帶有明確嘅目的論觀點。阿拿克薩哥拉認為世界上存在無限多種嘅本源，正正係因為世界上有無限多種嘅事物，所以構成萬物嘅本源，即係種子，應該都要有無限咁多種。呢一啲本源或者阿拿克薩哥拉叫嘅種子，彼此混合，組成各種嘅事物。而事物嘅外形同埋性質就取決於其中所佔比例最多嘅種子成分。例如，當水嘅種子主導嘅時候，組成嘅物質就會顯現為水。如果水嘅種子分散，令到氣嘅種子主導，水就會蒸發成為氣。阿拿克薩哥拉嘅種子論主張，宇宙萬物都係由無數微細嘅種子組成，並透過唔同嘅排列同埋組合，形成各種嘅事物。佢嘅思想同埋我哋上一集講過嘅恩培多克勒有啲相似，佢哋兩個都接受巴門尼德萬物本質不變嘅觀點，但係同時亦都試圖解釋赫拉克利特提出嘅變化到底係點樣發生。阿拿克薩哥拉強調，世界上並冇真正嘅創造或者毀滅，只有組合同埋分離。呢一個觀點同恩培多克勒嘅四元素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佢哋兩個都認為萬物係由基本嘅成分透過唔同嘅方式組合而成。唔同嘅係，恩培多克勒認為萬物係由四元素，即係土、氣、火、水組成，而阿拿克薩哥拉就認為世界係由無限多種嘅種子組合而成。佢曾經明確咁樣指出，希臘人在談論事物的形成與滅亡時，使用了錯誤的表達方式。因為萬物並非真正產生或消失，而只是發生了混合與分離。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形成即組合，毀滅即分離。阿拿克薩哥拉進一步提出咗一種同巴門尼德不變觀點相似嘅概念：物質不滅。佢認為萬物嘅變化並唔係嚟自物質嘅創造或者消失，而係源於種子嘅重新排列。由於物質本身並唔會毀滅，唔同嘅事物只係由相同嘅種子以唔同嘅方式組合而成，因此萬物入邊都含有其他事物嘅一部分。正因如此，物質之間可以互相轉化，例如生物可以透過食物攝取養分，並將養分轉化為自己身體嘅一部分。呢個觀點唔單止解釋咗自然界嘅變化，亦都啟發咗後世對於物質嘅組成同埋轉化嘅研究。總結嚟講，
阿拿克薩哥拉同埋恩培多克勒都認為事物嘅毀滅並唔係真正嘅消失，而係佢嘅構成本源無限多種嘅種子或者4元素嘅分散同埋重組，從而形成新嘅事物。呢一個思想呼應巴門尼德嘅存在者永遠存在嘅主張，又同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嘅變化觀吻合，充分展現出古希臘哲學對存在同埋變化嘅深層次探索。阿拿克薩哥拉認為宇宙最初係一團混沌，喺混沌入邊有無數微細嘅種子。然而呢一啲種子並唔會自行組成萬物，而係由心靈驅動變化，推動宇宙嘅秩序運行，令到種子分離，重新排列，最終構成唔同嘅物質同埋形態。因此，世界嘅秩序並唔係偶然形成嘅，而係一種理性嘅安排。阿拿克薩哥拉進一步提出，萬物嘅本質取決於佢哋內在嘅各種物質比例，例如骨頭入邊擁有較多骨嘅種子，因此會形成骨頭；而血液入邊就有較多血嘅種子，因此會成為血液。佢認為，即使將一個物體分割出嚟嘅每個部分仍然包含相同嘅基本成分，並唔會改變佢嘅本質。換句話講，事物嘅特徵係由佢內在嘅種子比例決定，而唔係由單一嘅基本單位組成。當某件物件被分成兩半嘅時候，佢嘅每一個部分仍然保持同原本嘅整體相同嘅種子比例。即使繼續細分，每個碎片仍然維持住相同嘅種子比例。因此，阿拿克薩哥拉認為物質可以無限分割，而且並唔存在最細嘅基本單位。正如佢所講，萬物皆在一切之中，亦無法彼此分離，因為萬物皆含有一切的一部分。呢一個觀點亦都解釋咗生物點解可以喺看似無關嘅物質入邊獲取養分，並轉化為自身嘅一部分。例如，羊主要食草，然而草表面上同羊嘅骨骼或者毛髮毫無相似之處。但係阿拿克薩哥拉認為，草嘅內部仍然含有微量嘅骨骼種子同埋毛髮嘅種子，令到羊可以維持自身嘅組織結構。咁樣嘅觀點為物質嘅轉化提供咗一種解釋。阿拿克薩哥拉嘅呢個理論，令佢同我哋上一集討論過嘅恩培多克勒一樣，被歸類為多元論學派嘅代表人物之一。多元論認為，世界並唔係源自單一嘅本源，而係由多種唔同嘅元素或者物質互相作用而構成。恩培多克勒提出咗4元素論，而阿拿克薩哥拉就提出咗種子論。雖然佢哋兩個嘅理論唔同，但係佢哋都反對前人將世界歸因於單一嘅本源，好似泰利斯嘅水同埋阿拿克西曼德嘅阿派朗。阿拿克薩哥拉嘅種子論進一步強調物質嘅持續性同埋轉化，啟發咗後來嘅原子論。雖然阿拿克薩哥拉嘅種子概念同阿拿克西曼德嘅阿派朗都試圖解釋萬物嘅形成同埋變化，但係兩者喺本質上有重大嘅差異。阿拿克西曼德認為萬物都係源於一種無限而且冇形態嘅本源阿派朗。阿派朗並唔係特定嘅物質，而係一種萬物從中形成，最終又會回歸嘅狀態，因此屬於一元論。相比之下，阿拿克薩哥拉提出嘅種子係無數種性質唔同嘅基本單位。萬物嘅變化係源自於種子嘅重新組合，而唔係由單一嘅本源衍生，因此屬於多元論。此外，阿拿克薩哥拉嘅理論引入咗心靈作為推動宇宙秩序嘅原動力。呢一個睇法同赫拉克利特淨係依賴對立變化嘅觀點唔同。正因係咁，佢嘅思想更加接近後來嘅物質組成理論，並對原子論嘅發展產生咗重大嘅影響。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同埋種子論唔單止喺佢嘅時代引起討論，更加影響咗後來嘅哲學發展。首先，佢嘅心靈概念啟發咗柏拉圖嘅理型論。柏拉圖認為世界嘅秩序並唔係隨機嘅，而係嚟自理型嘅支配。呢一個概念同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推動宇宙秩序嘅概念相似。柏拉圖嘅理型論認為，現實世界中嘅事物只係理型嘅唔完美形象。理型係永恆、不變、完美嘅概念，存在於我哋嘅感官世界之外。
佢認為人類透過理性思考先至可以理解理型。關於理型，我之後會喺有關柏拉圖嘅集數入邊再同大家一齊詳細探討。其次，亞里士多德進一步發展出不動的動者嘅概念，認為宇宙嘅運作嚟自於一個永恆不變嘅理性源頭。呢一個概念同心靈嘅觀點相呼應。此外，佢嘅種子論為後來嘅物質理論奠定咗基礎，啟發咗原子論嘅發展。儘管佢嘅學說同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唔同，但係佢哋都強調萬物係由基本嘅單位組成，並透過唔同嘅組合形成世界嘅萬物。喺現代嘅角度嚟睇，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同埋物質不滅嘅觀點，或者可以同物理學嘅某啲概念產生聯繫。例如，佢認為物質本身唔會消失，只係重新組合。呢一樣嘢同現代科學中嘅質量守恆定律有住某種嘅相似性。雖然佢嘅心靈概念有啲抽象，但係佢作為宇宙秩序嘅推動力量，仍然係一種人類早期對宇宙因果關係嘅探索。無論如何，阿拿克薩哥拉作為第一個將哲學帶入雅典嘅思想家，佢嘅影響遠遠超越咗佢嘅時代，為西方嘅哲學奠定咗重要嘅基礎。你哋認為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同赫拉克利特嘅 logo 相比，邊一個概念更加接近我哋今日對宇宙秩序嘅理解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今集我哋探討咗阿拿克薩哥拉嘅心靈同埋種子論。佢認為宇宙嘅變化係受到理性力量嘅推動，而且萬物可以無限分割。下一集我哋將會介紹德謨克利特，佢嘅觀點同阿拿克薩哥拉有相似之處，但係亦都有關鍵嘅差異。德謨克利特被譽為原子論之父，提出咗一種完全基於物質嘅唯物主義世界觀。宇宙嘅運行究竟係由某種理性嘅力量主導，定係純粹依靠物質嘅互動？萬物係咪真係可以無限分割，定係存在住最細唔可以再細分嘅基本單位呢？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點樣影響後世嘅科學，甚至成為現代物理學嘅基礎呢？下一集我哋將會深入探討德謨克利特嘅思想，分析下佢同阿拿克薩哥拉思想唔同嘅地方，並且揭示佢嘅學說點樣塑造出後世嘅科學理論。我哋下集見。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唔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大家一齊探討哲學，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係 Jason，下次見。